阮即马较有进步，就是意思是讲我的心态上较进步。我就是会想讲，拄仔讲，20外分钟，日记讲20分钟，一个人讲台语安尼，佫无过缘呢，佫想要讲，这是一个好现象。我白讲，哪讲哪想讲哪会无进步，哪会讲卡，安怎，就一直一直怪家己吼，白安尼想，就想讲，哎呀，佫想要讲呢。反正我即马讲嘛，白讲，爱一个人伫遐听，浪费别人的时间，还是爱需要别人配合，其实毋免啊。我就是拄仔好有时间，拄仔好想要讲，就是做一寡家己会当照顾家己的一寡行为，一寡动作。所以这嘛诚好，就是我家己可能会嘛想要讲，就讲迄哪有啥，讲好还是毋好，讲甲有顺无顺，是恁转吼，较恁转还是无恁转，迄嘛不要紧啊。我若有讲，我就印象会较深，就会使去改我发音的方式嘛。因为我即摆去找迄家教的老师其实爱开钱啊。虽然讲就是固定，变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会使一直向人讲台语，因为甲别人讲是无共款的感觉，因为你的想法会一直出来嘛。就是会一直用台语来思考，较惯习台语去表达我的一寡思想。其实就是安尼，用台语去表达即种代志练较熟的，就是安尼。所以讲，所以迄嘛是爱有，但是会家己去像即摆安尼练嘛是重要的代志啊。拢去练的，当然会愈来愈好势。就算讲安怎讲拢客，那嘛不要紧啊。因为我就是会较习惯、较惯习用台语去表达，所以伫 Clubhouse 内底，都有朋友会讲虽然讲伊无讲出来，伊虽然想讲我台语讲无诚好，但是我会尽量用台语来讲。除非讲有一寡较专门的词，我常常想袂到用台语要安怎讲，我就袂讲硬讲啦。因为我嘛想讲别人可能爱等我讲嘛，因为这 Clubhouse 就是爱抢时间，抢迄好的时机。所以讲，迄个时阵我可能着用北京话去表达，但是都袂伤济，袂像有一寡人可能为着讲话就开始用北京语来讲。我嘛毋知影讲伊是会晓讲台语，还是袂晓讲，我毋知伊是倒一种，但是就会懒死啦。因为伊嘛知影讲迄内底人听北京语一定拢是无问题，所以就是为着爱去讲表达一寡代志，安怎讲，就规气就是用伊较平常时较定讲的北京语来讲，但是安尼伊就无练着台语嘛。这就亲像讲，我迄个时阵要教我隔壁迄个同事去讲一寡较深就讲表达一寡思想，我可能嘛是会想讲，
因为时间有限嘛，爱表达这代志，搁落长，我就袂用台语去讲。一方面嘛是我隔壁的同事是台语无遐好啦吼，我就是会去斟酌吼，所以就是安尼吼。我有做一寡选择，但是嘛是爱有找时间就是找时间专门去讲台语去找即种专门的机会，就亲像我即摆呢。我即摆因为是家己对家己去讲代志所以我即种表达毋免讲惊别人听无，惊别人等，所以我会使讲尽量拢用台语。虽然我嘛有讲一寡华语，嘛是会加减，但是我就会想讲，我到底若即种华语，其实我台语应该嘛会当讲，我就会囥咧心肝底。以后若听着别人原来台语会使安尼表达，就会学起来。就是讲爱有一寡需求就是你若定定用台语的话，你就有即种需求，你就会记伫心肝底。但是若讲拢无讲若有人为国外转来嘛，本来伊伫国外就有迄需要爱讲英文，爱转来其实讲华语、讲北京伊就会通，当然伊就会生疏去对英文伊嘛就会使跋音嘛会过啊诚好所以会就会豆英文就无定讲所以讲我即马就是有机会就找机会，就是用台语来去表达一寡代志，表达我的想法，表达我的感情表达我想要讲的一寡代志虽然讲无可能讲拢总规工拢讲台语除非我可能去台湾国甲因去营队迄可能就会使所以讲就是豆来，但是我嘛想讲安尼嘛袂歹啦，就是讲就是讲我去练习嘛，其实这拢是练习练习的过程中表现好还是毋好，就是家己知影尔别人可能就看讲你的成果，讲你讲有进步还是无进步你讲像台湾话还是无亲像台湾话，像做亲像迄花腔听较艰苦人就是看着会当感觉，就是你的比方讲你的结果，你练习的结果嘛一个成绩过程呢？过程是安怎？其实家己知影尔所以讲就是想要讲，其实就摕来讲譬如讲我今仔拄仔想的讲我阁想要讲就讲讲迄主题，介是无啥主题，而且嘛无讲较顺就无顺，迄哪有要紧？因为我嘛无讲要去做啥物广播电台主持人嘛。即摆嘛是即个时代，就是讲你若想要去有一寡作品，其实都有因为即摆拢有一寡平台有一寡 YouTube 有一寡啥物媒体网络的媒体只是有人看无人看，即种差别，就亲像我写小说共款嘛。其实我就算讲第一届写小说，我嘛会当发表发表其实就是一个作品无亲像以早你要唱歌，你要甲你的歌变成一个作品，你就是爱甲唱片公司签约你爱有人甲你录歌，
你较有机会讲有一个作品出来。即马无啊，即马就是电脑的世界、网络的世界，所以我即马想要做广播电台主持人嘛会当啊，伫 Podcast 啊，我都会当一直讲一直讲啊，有人听无人听尔。讲啊真烂，其实嘛不要紧，因为我家教的老师吼，迄线顶家教的老师，我找2个老师，有一个吼实在是。伊台语是顺，伊会想讲，譬如讲丁书，城市丁书，吼，伊就会，伊会知影台语要安怎讲。但是讲台语的，就是有一个腔嘛，都无亲像自细汉讲台湾话的人。嘛不要紧啊，伊嘛是做老师啊。其实像我嘛是会开钱。去找伊啊，因为我想讲，伊嘛有伊的优点，伊讲一寡话，伊就是会用台语去讲，所以讲对我嘛有帮助。所以讲，即个世界都变讲，每一人拢有伊的特色，伊的特色，若讲较无好势，像讲我讲特色是讲较无好。别人可能讲特色，就讲啊诚好，但是无论安怎，这拢是一种特色嘛吼。若是讲有一天我可能特色嘛会使讲甲诚正吼，我只要讲好去练台语拼音，好去看一个，好一个字一个字安尼学，就像以早国校的时阵，嘛是。囡仔人的时阵嘛是可能一寡发音拢袂晓，嘛是讲去上课啊，老师啊用课文啊，你著一个字一个字，安怎发音？一开始就是用注音嘛，大汉以后就是讲你若定定练，就是变啊拢，讲语言就是会变啊较好势。我以早伫大学时阵啊，伊嘛是讲我讲北京语有一个腔，拢足侪人问讲我是毋是侨生。我即摆应该是讲华语较无问题啦，都较袂有人去问为何咧？因为我可能有用注音输入法吼，用这可能嘛有帮助我去练我的发音较正确。我想。台语啊，还是台语啊？因为即摆真好势，有足侪工具，有遮侪工具，练习的方式阁真侪。因为即摆时代就是无共啊，无共以后变讲，其实我会使去找一寡方法，譬如讲，要找线顶的家教，嘛无问题啊。我都毋免讲这敢若北部有南部几远拢找无，我都毋免烦恼即种代志。所以讲，其实是真侪机会，即种机会其实毋是讲出名出头，还是讲你的作品做完美的即种机会，其实毋是。变做这机会，颠倒是讲，我可能做甲无诚好势，但是我爱做。其实我嘛会当变我的作品。有人就是才爱写歌，才爱唱歌。即摆即摆时代变讲，伊就会使用伊的作品啊，伊就伫网络就会使作品就完成啊，因为有一寡软体嘛。所以讲，这是真好的时代，只是咱的心拢会想讲，即摆的时代就是无机会啊，无法度互大家拢熟悉，无法度互大家拢去起赞嘛，就亲像我写小说，就是大家拢无看啊，就算讲，我社团内底有9000几个人，咱嘛就是无人。来看我的啊，可能有去看别人的，因的口味可能就是介意迄种口味啊，安怎。若是你是
若是追求即种物件，就是成功完美，真正是艰苦。这拢是一个时机、一个时机、一个机会，爱有一寡条件，就是讲，我所做出来作品啊，就是大家拄好拢诚喜意。像我若讲台语嘛是啊，若是讲今仔就是有人讲台语讲30-40年当然是安怎讲拢比我较好势。所以若讲做广播电台主持人Podcast 迄种，有可能就是会有较侪人会听，无伊就是作品会互大家欣赏。但是我嘛会使做一个讲台语讲无啥好势，大家嘛可能都无啥爱听，因为我无亲像讲搁去做一寡剪接做一寡诚精彩的一寡影片，甲我讲的话安尼甲伊配合起来，我就是做简单的物件。但是嘛不要紧我就是变讲遮较简单的作品内底我的发音我讲台语的方式我的内容嘛毋是讲我的内容嘛毋是讲足精彩，但是足简单，就是我足简单就会使有作品出来。这就是一种创作的机会，我有创作的机会。虽然讲诚出名，影响诚侪人，互大家拢熟悉，大家拢欣赏，即种机会真正是愈来愈少。但是创作的机会是一直有的，这就是看我安怎想法。所以变讲我即摆呢嘛算创作用母语来练习佫会当创作。这嘛是我以前做袂到的代志以前讲台语讲2-3句就客哪有可能讲遐长，甲讲10几分钟。这以前根本无可能，因为我会想讲，这词要安怎讲我想拢想袂起来。因为无练习嘛，做新手去但是我即摆就是会当创作，这嘛算我一个创作，我一个作品。就像我伫底卡去写我的日记共款我无一定讲爱像别人这我知影，我等下搁来搁后